心痛吗？如果小柔还在，她看到你这个样子，也不会爱你。你根本不配爱她，你根本不配。你不要管我！姐，你没事吧？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有没有事？姐。 你没事，姐就没。我也想有一天可以为爱浪迹天涯，去想去的地方，爱想爱的人。你想去哪里啊？香格里拉，藏语翻译过来就是心中的日月。听说那里天空特别蓝，景色特别美，那里的人没有烦恼，也没有忧伤。 天堂，香格里拉，你愿意吗？小青，小青。啊！哇，这雨好大。哎哥，哎有心。哇，嗨，美女。嗨。没见过。瞎说。我们喝杯酒去吧，一起。好吧，反正也没事儿。不用了，我有事儿。啊，这把伞先给你吧，一会儿你可能回去的时候要用。哎，那你怎么办呢？啊，没事，我还有一把呢。啊。啊。哦，对了，这把伞对我哥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所以把你电话给我，我改天去找你去。有戏，有缘再说吧。哎，要不你们俩搭我的车，我送你们一下吧。好啊，好啊。不用了。好吧，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啊，拜拜，好，拜拜。可以呀你。你干嘛来了？
怕你没伞，过来给你送伞嘛。这么好啊？当然了，走吧。啊，你透露我这是谁呗？没谁。好了，好香啊！有师傅在呢，我的厨艺更上一层楼了。待会儿订一颗小金，一定会说好吃的。哼，是真的做的不错啊！但记得啊，以后要做精致一点。谢谢师傅，我这2天呢，一共从你这儿学会了好几道菜。是你有天分，如果再给你1个月，我想你都把我一身的菜都学好了。那没办法，谁让现在创业这么艰难呢？不过我相信有定一哥在，我们花房的生意会越来越好的。当然，他有一个那么好的副手帮他，那么真心。好香啊！这什么啊？好香啊！今天又做了什么新的菜色？这是小舅教我的拿手菜。来，小金。谢谢。很好吃啊！康公子，以后店里的菜色由你来主理，一定少不了回头客。康公子啊，我以后的前途就交给你手里了。好啊。
哎，你们俩周五有时间陪我去看一下电影。好啊，只要小舅喜欢的，我定奉陪。好。过来，以后别穿成这样了。怀着我儿子还泡别的帅哥，哪个男人受得了啊？万一你再摔一跤，那可是一尸两命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一尸两命啊？什么儿子？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啊？哎，明天去医院复诊就知道了。妈说她陪你去。如果是女儿呢，我更喜欢，我当她小公主一样对待。佑熙，其实我一直在想，也许我真的不适合要这个孩子。你看现在，我连我自己都养不好，我想我还是把孩子打掉吧。喂，你这话可不可以最后一次说？以后我养你，只要你踏踏实实把孩子生下来，你们两个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都归我管。华佑熙，我……就让他替我们决定吧。如果你来到这个世上，我抱你，你不顾，我就马上跟你妈妈领证结婚，好不好？哦，以后出门呢，备件衣服，这样就不会着凉了。手呢，就放在这里，好不好啊？走吧。看来佑熙终于知道当一个男人真正的魅力在哪里了。这都要感谢你这个小舅。你跟小柔的事，让他找回了他的良知和勇气。
我打算去超市买点东西。开车。小俏是不是谈恋爱去了？谁知道啊？他电话关。所以说你这个戏是没有市场的，就算做了，它也是个垃圾，是个赔钱货，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戏，你知道吗？可是，像《山楂树之恋》这样的片子，不是也卖得很好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其实观众内心里面还是向往纯洁的爱情的。山楂树之恋，导演谁啊？张艺谋。张艺谋谁啊？国际著名大导演。哎呦，我亲爱的康导，哎呀，你恕我直言啊，你平时呢都是以拍 MV 和广告为主的，你凭什么让投资方有信心在你身上砸钱呢？啊？不就是钱吗？我来投资这部电影，我对康导有100%的信心。哎呀，你这个小助理口气那么大，你知道投资一部电影要多少钱吗？康导，你说多少钱Amber，你别闹了。你应该了解5万破的。我说要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轻易罢休。1200万。我当时多少钱呢？这戏我来投资，我做出品人。呀，康导，你这个小助理还挺有来头的嘛。其实，我们现在聊天的地方，就是他父亲开的。这个酒店的老板是吴玉婷，那您的父亲是酒店大亨吴玉婷？没错，而且康导就是我男朋友。我就说呢，我终于弄明白了。哎，康导，你身边可真是藏龙卧虎啊！啊，闲话少扯，赶紧谈一下我们这个剧本的女主角的人选，好吧？我想找一位对爱情有认知，对初恋还会有少女期盼的女主角。天一哥，康公子，我先回去了。哎，路上小心啊。嗯，拜拜。拜拜。送你。慢点啊。拜拜。拜。天一哥。嗯。你说万家跟那些艺术家们谈的怎么样？他想咱们知道，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你不高兴啦？哪儿有？你是不是怕英东改变万家？他要不想被改变，谁又可以改变得了呢？我看应东那么强势，他呀肯定是想改变万家。好了，咱们 We Love 马上就要开业了，你还有闲心管别人的事儿，好好工作。你真的不在乎？我现在只在乎这台收音机啊！哎，万佳，你怎么来了？啊，想你们了呀。怎么样？今天吃饭吃的？挺好的。他呢，带我见了一些做画展的朋友，说想替我把我的作品安排到欧洲的画廊展览。不错呀，这是要捧你当名家呢。丁一哥，你羞什么呢？怎么？你不替我高兴吗？哪有？替你高兴，替你高兴。那给点意见呗。我觉得应东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人，他要真的想帮你，你一定可以成功。钱，男人的话永远比姐们的话值钱。哪有啊？我最在乎的就是你的感受了。继续回到直播室，访问一个年轻人心目中的人气偶像，最具真性情的创作歌手艾迪小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迪。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想知道你是怎么走上唱歌这条路的。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平庸，无论是相貌还是在性格上，都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你知道小女孩嘛，多多少少有点自卑。我那个时候总是觉得不如别人，比同学都矮一截。这真的是很难以置信，现在这么优秀，所以应该说是。
筹办学校1年1度演唱会的事吗？你们不是很头疼，到底应该请谁来做演出嘉宾吗？你不会是？没错，就是她，艾迪，现在最红的女歌手，一定很有噱头。如果把她请来，不怕学校的同学不引起关注了，到时候场面一定火爆。干嘛？什么态度啊？我提议不好吗？你说的都是废话。谁不知道请艾迪来学校开演唱会会很好啊？但问题是，人家现在这么红，谁能请得动啊？再说了，艾迪一直都是只出声音不出样子，连他的 MV 里边都没露过脸，很多大型演唱会怎么请都请不来，更不用说咱学校去请了。谁有这么大脸啊？是啊，你说艾迪到底长什么样啊？怎么老不敢露脸呢？应该挺好看的吧？唱歌唱得这么好，那可不一定。声音甜美不代表就是美女，说不定是个猪头肥妹呢。咱们在这猜来猜去的也没用啊，见不着本人或者照片，说什么都是瞎扯。你想见艾迪的庐山真面目吗？一堆炸吧，本大帅哥出马，必帮你搞定。华小希，大家都这么熟了，你几斤几两我们能不知道吗？拜托你以后吹牛能不能靠点谱啊？什么玩意儿？你们等着瞧吧，我迟早会揭开艾迪的神秘面纱的。Hello everybody，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跟美宝、小笑想今晚给小舅开一个送别 party。好呀，我等会儿跟康子睿碰面，我来通知他。那我问问英东的时间，小舅的送别 party， 他一定很想参加。小舅约了我跟薇薇看电影，那就晚上10点去888。好啊，散场后还有时间回家准备甜点。谢谢你。哎，小舅，你们喝什么呀？随便，你问他。那就给我拿一个爆米花，外加一瓶饮料吧。哦对，爆米花要奶香的。康公子啊，你也太娘了吧！看电影就喝个水嘛，还奶香味的爆米花，我以后叫你康公主。用你管？再说是你问我想吃什么的，你有本事买回来，你别吃啊。不吃就不吃。水给我。嗯。How many in the air? 13, sir. How many can I carry? 4, sir. 后位。Slow down, slow down. Relax. What's your name? Heather? 有点急。Listen to me. 上车。 See that guy? I'm gonna swing by you. Are you just gonna grab him? You got it? I'll electrify your arm. You won't be able to open your hand. You can do this. 你瞧瞧小舅的口味，这让你接受不了。这你就不懂了吧？榴莲的味道呢，在于入口之后的香甜。小舅就是属于那种接触了才能体会到温柔和善良的人，懂不懂啊你？ How many can I carry? 我不懂得欣赏，你吃。干嘛？啊，对不起。小舅还没回来。小舅，我回来了。回来了，吃饭，煮了你爱吃的菜。小舅啊，你吃吧，我太累了，不吃了。干嘛？看完电影心情不好？看来你已经从你的悲伤中好过来了，可以关我的事了。我是不想你和我一样，错过那一个好的女孩啊，到之后后悔都来不及啊。再说，银东能给万家的，你未必给得了。是，我给不了。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小舅，我真的不想因为得不到万家，而找薇薇来代替。
你不觉得这样对微微很不公平吗？而且我每次和微微在一起的时候，都可以相亲万家。况且你还在等他回心转意是吧？我跟你说啊，就算有一天英东真的是跟万家分手了，他也未必会跟你在一起的。那我还有等待的机会，不是吗？我知道，我明白，但我也是过来人。只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该适当放手的就得放手。你为什么不好好看身边那个人呢？可能跟之前的感觉不一样呢，对不对？你看，就好像这道菜一样，我之前煮的是甜的，现在煮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吃饭。今天一定要多喝一点。来，尝尝小舅教我的新甜品 ，Miss You。哎呦，谢谢。快点来尝尝，我们要吃小舅教你的拿手绝活疏忽礼。疏忽礼还得等一会儿，那个工艺太麻烦了。那挑呢你？小舅，我先敬你一杯吧。好。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有责任的男人。学一个做负责任的男人，跟你哥学就好了，别学我，我不是好榜样啊。来，小舅。下次回来啊，要看你们俩都有好的成绩单啊。你呀，和微微好好做餐厅，下次回来要开分店了。到了！哎，漂亮的两男一女到了。看见了，快来吧，坐吧。小舅，这是 Amber 特意准备的，今天晚上我们全部喝光。谢谢。你不用开会吗？再忙需要朋友呀。也许有一天我的生意开到了香格里拉，你一定会接纳我的。又生气了啊！谢谢你当时帮我安排访问，要不然小柔会看不到。我也要谢谢你，在你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哎呀，各位帅哥，我肚子快饿死了。等一下吧，妈还没下来呢。你想我妈应该不会这么早下来，我不希望小舅走。那不然我上去劝劝她吧，女人都是需要哄的嘛。甭了，我去吧。太过分了，小舅在哪儿高兴不就对？我来了。哎妈，去哪儿啊？走。我今天要唱一首歌，送给我最亲爱的弟弟。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希望你快乐，去寻找你的快乐世界。好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了。我每天跟你视频呢，有什么不高兴的，就打电话回来，姐姐永远都在等你。知道了。就算下辈子，我也希望我们是一家人。但我要做你哥。因为你太啰嗦了。好，真的感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了。来，大家喝一杯。好，小舅，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好，干杯！干杯！
感谢三毛小舅撮合我和丁一哥，让他最终看到我的温柔。今天是我第一次单独和丁一哥看电影，虽然不是他邀请我，而是小舅故意设计的，但还是觉得很开心。小舅马上就要离开了，希望他到了香格里拉之后，也可以遇上另一个小柔，像童话一样快乐的生活。你们俩记得好好照顾我姐，要不然我揍你们。放心吧，小舅，我只要一有时间，我就都不陪妈妈。小舅啊，你就放心吧。虽然我很舍不得你走，不过如果能让你回来继续给我们做好吃的，我会故意气我妈，然后让我哥告诉你。还有希啊，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让你就放心？你看他开玩笑。是不是小揍啊？你呀，你是我唯一的徒弟，以后做菜记得有感情，得用心。记住每一道菜都是有生命的。记住了。你在那边有空就给我们几个来个电话。一定。对了，小舅，这块写满女孩子名字的手表，就送给你做纪念吧。我以后不会再乱做伤别人感情的事了。有一天，我会成为你们的骄傲的。好，谢了。好了，差不多了，我走了。不用送了啊，保重了。再见。走了，拜拜。小舅再见。我对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会有天使替我来爱你，守护在你身边。